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，我是苏眉。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副总统萧美琴3去宜兰参加活动，一个警察在控制青红灯的时阵，煞去互伤仔车弄到，伤势真严重。林波市南投分署这个月接到仁爱乡南丰村翠华村的民众通报，讲拄着乌熊，这2大过去是拢毋捌出现过。美国白宫公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，咱台湾去奉写着8解，强调咱半导体甲战略位置的重要性。副总统萧美琴昨去宜兰参加活动，当地接交通管制，一个24岁姓林的警察在控制青红灯的时阵，说是去互一只乌色的伤仔车弄到，伤势真严重。桂林警员的女朋友特别院着急赶台手一直带，因为警员初五暗伫头城清云路就现副总统萧美琴执勤勤务的时，伫路口控制后期刷去互一台乌色伤仔车弄到，受伤严重，正大腿骨头支气。经过杨内病院3点钟手术了后，状况稳定，转去北营就医。副总统萧美琴初6早起出席台南大学附小130周年校庆时，对受伤的警员表达不甘，希望早日康复。家人发生事故。这种情绪跟难过，我们都非常的不舍。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安心疗养，顺利康复。大溪分局长吴正桥初6早起说明情况，国家后田分局的气氛更加是加起压，因为警察3个短期毕业的下姓民警员，到警察这4年，平常甲同事斗阵和谐，工作认真积极，要协助找无路的长者，登上警方好人好事班面，也主动向分局长请托，调去勤务无用的大溪派出所，就是为着要赶紧累积分数，调回新北家乡。那比如说深夜寝啊，我们买宵夜回来，他问大家，需不需要一起，他会带回来这样子。那所以大家基本上跟他都相处的还都非常的好。这件意外也引起家属质疑，安怎伊初5迄日明明是休假，也红白勤务。有偌济人做偌济代志就好嘛，一定大家叫咱这休困。分局各项重大勤务、重要勤务，均会依警力需求弹性调整人力配置，予以调整轮休。相关做法属勤务调整，不会影响同仁休假权益。警方表示，因为代志发生迄日，有副总统执勤甲温泉柜勤务，拄到重大勤务时，已经着需求调整人力配置，袂影响同仁休假权益。另外，惹事的姓齐10人，是讲平常时也有慢性疾病甲爱困的情况。警方初步检判，亲就是驾驶精神不好，才会出代志。专案以过时伫东上海甲红海公布罪嫌上班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全联卖婚林台湾雕南面台鱼排是去互高雄市的卫生局讲验着禁药，不过这代志是已经变盘。高雄市府讲是经管讲解数据，鱼排确认是无问题。卫生局的副局长等6人见过，局长自请处分。对全联及云林的养殖业者因为卫生局检验错误道歉。市长当期卖出卫生局的正副局长，甲养殖业者甲全联过失礼，因为检验平台后台设定，敢若是去互姓陈的助理动骹手，地属婚林的台湾钓鱼排验出禁用的药啊。卫生局测试已经报警，这名助理到底是挑工的，还是无细致？卫生局表示，因已经溯源到今年度所过检验作业，目前确认出问题，就干那这笔。从业者提出质疑，然后我们开始再去了解。那当然到昨天，我们发现是电脑后台的这个部分，在一个过去没有人会去动，但是它对更动了它的设定，是这样子来的。你哪会确定讲是迄个助理叮当？因为迄个机器就是伊做的。卫生局表示，姓陈的助理该设定地属台湾钓鱼排验出动物用药了后，照规定也需求另外一名助理进行复验，因为正常来讲，袂去当机器的设定，因此检验人员拢是直接做检验，才会正做这么大的错误。这点因承认过失。市长陈其迈也强调，未来会加强流程管理，你包括检验人员甲主管的责任，拢会追究到底。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那也应该把药物的相关的检验平台重新校正标准化。这名姓陈的助理因为考到高普考，11月初4已经离职，警方已经家己带回完成笔录，检方会持续调查收集证据。卫生局表示，业者的损失甲相关赔偿会比照国赔。目前检验平台作业暂停，高雄市的食品检验拢先送去外县去做。今仔日是药署也会来协助校正机器。
记者郭家祖、顾兆阳、高永昌报道。林宝市南投分署这个月是接到2件民众拄到乌熊的通报，分别是伫咧仁爱乡南丰村甲翠华村，而且过去这2搭是拢毋捌有人看到乌熊，所以讲这南投分署是已经启动监测。村民暗时去村市水港，意外发现有乌熊出现。台湾黑熊飞，哇，我都有熊。这个月7日，南投仁爱南丰村的村民看到乌熊出现，乌熊看到人也马上闪走。另外，车衫伫仁爱翠华村，也部落民众发现乌熊出现伫北港溪水头的河岸。他就在颠坡那边走来走去，差不多一段时间就往森林里面走，就是怕他们饲养的一些鸡鸭啦，一些东西，就是讲说会不会遭到破坏这个问题而已。仁爱乡南丰村跟翠华村这2个地点都是首次接获民众目击回报。林宝市南投分署接到2件通报了后，马上启动相关监测甲防范的工作。因为2个所在拢是第一摆接到通报看到乌熊的记录，附近还有地园、鹿乡区，提醒民众提高警觉以外，也要妥善保存食物甲喷。学者表示，当地是乌熊的分布区，所以也有乌熊出现。它是熊的潜在分布地，所以其实仁爱那个地区都还算是有熊分布的范围，只不过可能相对的数量比较少，因为很少看到，所以我觉得因为过往都没有什么资料，后续持续的加强监测其实是需要的。学者表示，甲以前观测的一区比起来，当地确实有通报的记录。民众若是看到，除了保持冷静、降低干扰，也要向相关单位通报，来进行后续的监测甲追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占2成4，对这老大人来讲，爬楼梯是上界危险的。不过市府补助安电梯的政策是已经10年啊，所干那149例完成。这其中上界困难的原因，可能就是要得到5成的所有关系同意才会当验。真济日上楼73岁严先生住伫公寓5楼，过去行楼梯转去差不多要用5分钟，装电梯了，干那需要短20秒。台北市65岁以上老大人占全市24%，都要进行面临老人住老厝的上闹困境。不过市府补助老旧建物建设电梯政策上路10年，干那149件成功案例，大安区均衡公寓是第1例。哇，那差别太大了，因为我也慢慢上了年纪的人呐，要这样爬楼梯，真的非常辛苦。有电梯以后就方便多了。意见很多，大概2楼的房子，他可能是不需要这样子，觉得他不需要。但是5楼的房子，事实上来讲是非常非常有需要，因为现在大概高龄化的一个时代来，大家家里都有长辈。推动无成功案例议员占大部分，包含提到10项执照进度慢，原因伫江浙地区有真侪栋建物拥有人伤过济，有关勘站无法度过半数，1楼免用电梯也反对，违建争议或者取消法定停车费爱交代金等。咱推动的主心伫整合50%所有权人同意，为将部分监管隧道3项排除。补助金额上限从250万提升至300万。补助比例最高可达60%，若为整为策略地区，比例最高80%，经费上限480万。这个条件也从管委会申请放宽，由半数住户同意选定代表人即可。针对老旧公寓发控报告，为将处理议员整合甲资金分担等问题，市府也继续滚动检讨情境，佮提供免费辅导团来协助，办理现勘甲说明会者服务，帮助社区增设电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白宫公布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，咱台湾红写着8解，是强调咱的半导体也有战略位置的重要性。也若是甲主权有牵连的，过去拜登时期是强调讲无支持台湾独立；也若是这回 Trump 政府是写讲无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。总统怎么看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？里面有8次提到台湾。总统确实下手无回应。美国川普政府当地时间7日暗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专门33页。
文章唔拿8摆提到台湾，被告伫拜登政府时期伫内容中表示无支持台湾独立。川普2.0是无提起这段，是讲美国无支持政府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、延续性的。虽然在川普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强调美国优先、盟友分摊的概念，台湾都一直被视为美国不可取代、不能退却的战略、经贸以及科技重要的伙伴。呈现出来的态度是，美国不愿意再像过去一样无偿的去提供世界秩序，而是更加注重国内的发展跟美国自己本国国家利益的保护。但是针对中国大陆，他们的用语是非常谨慎的，显示美国会利用多元的手段来面对台海两岸的这个变数。为川普第一任期随后拜登政府到即马川普2.0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起台湾的次数也为3摆、5摆、8摆愈来愈侪，表示台湾的重要性。除了伫生产半导体领导地位，上重要也是战略位置。不过报告中虽然也呼吁日韩爱提悬对待资源，不过提起中国的部分，言辞更加谨慎，避免伤过强烈。学者认为这是接应俄罗斯副总统的战略技术，无直接指责中国，所以也做好所有上歹的准备。提出美国跟盟国都要有这个集体防卫的能力，等于间接的替高市早苗首相的启动集体自卫权的说法提供背书，也是象征地缘政治的翻转。因为以往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是联合中国，就是围堵苏联，那现在的情况则是相反，中国变成最大的威胁，所以美国联合其他的盟国防备中共在印太区域就是扩张。学者呼吁台湾得到各国的支持，更加爱把握战略时机，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才会当发挥集体安全的作用，协助中共的军事混乱甲威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我来看晶片，美国对中国出口晶片的限制可能阁要缩减。美国的参议院是提出法案，希望会当正式立法，至少未来30个月内，商务部是袂当发出口先进晶片的许可予特定的国家，这当中就包含罗西亚甲中国。这敢会对咱台湾的厂商有影响呢？专家是认为讲，整体市场有可能缩减。美中晶片变场各有变数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最近成功游说白宫，将限制晶片出口的 GAM AI 法案排除伫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以外。即马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各提安全可行晶片出口法案，阻止各界晶片出口中国、落下等地。假如是2点提出来，可能这过的几率蛮高的，但细节会是重点。逻辑上来讲的话 ，NVIDIA 跟 AMD 会是在风口上。对 NVIDIA 的话，它直接卖到 China 占它营收在14%。资本公司分析，目前 AI 晶片龙头可能受影响，不过市场反应偏向维持原况。根据目前提出的安全晶片法案，要求美国商务部长至少在未来30个月内，无合法对敌对国家出口先进晶片的许可，限制范围包含任何性能比目前温存出口的晶片较悬，包含回答 H28加 Blackwell 晶片。对于这个法案的通过的话，将会对于未来 AI 市场的开放，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阻碍。台湾的相关的 AI 晶片厂商，乃至于伺服器的组装链的话，恐怕就会有成长不如预期的概念。专家分析，美国电子大厂供应链内底大部分附带厂参加，那需求减少可能产生直接影响。另外，市场整体成长可能就安尼被压制，后续发展细节甲影响爱密切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初五是举行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抽签仪式，总统 Trump 亲身主持。国际卡球总会阁颁发和平奖给 Trump。这总会是讲，这个奖项是要颁发给团结人民，给未来世代有希望的人。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有不少卡球迷，对抽口啊，一些发休，一些嘘声。不少人拢关心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会甲多一个国家对战。I'm really thankful for being here because it's really competitive and a lot of great teams and players here, and I'm rooting for Brazil. 美国当地初五伫华盛顿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举行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抽考仪式，由美国总统川普亲身主持。抽考进前，非法国际卡球总会主席因凡提诺颁发新设的和平奖给川普。
因范提诺表示，这种是表扬团结人民为未来世代带来希望的杰出人士做的真大努力。不过，外媒报道，这个奖不是由国际卡总理事会投票选出，是由因范提诺为候选名单内底直接选出。川普得奖时阵表示，世界正做更加安全咯。Thank you very much. This is truly one of the great honors of my life. And beyond awards, John and I were discussing this. We save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lives. The Congo is an example. I just want to thank everybody. The world is a safer place now. 2016年世界杯会为6月11开始到7月19结束，由美国、墨西哥、加拿大共同主办，赛场也会到3个国家举行。这是第一届将参赛队伍扩编到48队伍的赛程，分做10个小组比赛。另外，这比赛抽考第一摆14四强会比赛，也就是西班牙、阿根廷、法国、英格兰这4支排名上悬队伍，在半决赛进前拢未拄到。公视新闻，陈世东编辑。全国850位台仔，这2天是一个新德冠比赛，要选出今年冠军台仔。这现场900座的水池啊，场面实在真壮观。而且这寡参加比赛台仔，逐每行情拢真悬，工作人员唔敢大意，顶真得过。甲装台仔的落啊，细粒轻轻放伫水池仔内底，先互伊适应水温了，再当放开。伫日本甲台湾，因为台仔有代表好运的意思，嘛有这一杯一杯台仔身价真悬，有诶甚至有上百万的行情。我们台湾产的锦鲤已逐步在追上国际的脚步，甚至有超越的可能了。其实我们台湾锦鲤已经慢慢变成另类的一个台湾之光。主要是单顶是代表他们的国徽嘛，一全白，再来一个红，这是我们看得到，就是眼睛就可以看得到，它就是很显然的就是日本的国语。今年来参加比赛台仔有850尾，是最近10年以来上侪。专家讲，一尾好的台仔，体型、色水，还有整体看起来感觉拢真重要。最主要是它的体型占60%，那它的模样占30%，它的品味，还有它的那个光泽，这个都是在比赛的一个评分的一个标准内。后来开始小连续2天的全国台仔比赛，邀请来自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新加坡等等国家的裁判，希望透过比赛交流，和台湾本土勇士技术再升级。记者君和新竹报道。宜兰龟山岛的居民过去迁村到本岛，当年大海参龟山前的活动，这岛民的后代拢会坐船回去故乡。第二代青春咱的梦，今日下暗7点半，咱就对一群少年家同齐回去因的故乡，把这座岛屿的记忆找到回来。透早，宜兰乌石港的船仔准备要出发。这是龟山岛社区发展协会每一年举办的大海参龟山前的活动。这只船载迁徙去头城的龟山人，甲因的后代，回来故乡制作堆书。对这个龟山人来讲，这不是来佚佗行搭，是因心灵的归途。第一起来时阵，其实就是龟山人是头一辈起来。我甲迄阵我较细汉，我甲阮妈因拢亲戚因拢同齐。民国66年，龟山岛的居民因为生活艰苦，加上捌拄到风台扫来。或者居民住伫遐拢无通食，伫政府的建议之下，迁徙去宜兰生活。毋过想袂到后来，龟山岛就被列作是军事区禁止定岛。已经搬离开的龟山人，自这起20几年，都敢若会当远远看伊的故乡。一直到民国90年，龟山里正式正名成功，这居民才总算会当搁一届回去因的故乡，找因的根。龟山岛的老伙仔甲讲。讲你咯爱去迄落真正恢复龟山里哦，无后摆后摆龟山岛的子孙啊吼，搁3代4代都袂记你啥。龟山岛的祖先是对龟山岛遐来的。由龟山人后代组成的海波浪工作室，带少年人加入渔村学传统的技艺，记录济岁人的故事。为做72角的风吹到捡鱼仔做标本，因用双手守护这块土地记忆。透过伫渔港行踏，互更较侪人认捌龟山岛的文化甲生态。想要把龟山岛迁村的故事脉络，就是比较深入的把它
完整的记录保存下来。透过这群少年人的打拼，让孤山岛的文化有新的生命。这粒岛屿一体记忆，嘛化作是一波一波的海洋，延续这份生命力，嘛让宜兰海洋的文化有新的开始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，宜兰报道。下半部的天气变化，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0度到23度，中部地区19度到26度，南部地区21度到27度，东部地区19度到24度。外岛地区17度到22度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，我是苏眉，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。